大家好，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藏语文基础里面的基字和后加字的拼合。那么这个基字的话，用藏文说的话怎么说？是明细。对，明细，对吧？那么什么叫做基字呢？我认为是可以和其他字母拼在一起，然后以这个字为中心的字就叫基字。差不多。好，那么我来补充一下，就是多字母组成的这个音节音里面，多字母组成的音节音，就比如说某啊哈三啊，对吧？这里面的话就是说有一个字母是音节音的核心。好，你刚刚说了中心，对吧？也就是核心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字母就叫做基字，好，也就是闽西。好，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基字的话，藏文里面这个怎么辨认呢？哪个是基字？就一个字里面哪个是基字？好，那么第一个的话，凡是带有这个元音符号，或者是带了这个上加字或下加字的，那么它的字就是一个基字。好，那么我们就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加了这个元音符号，对吧？好，就比如说马起咪，咪的话是人的意思，对不对？好，那么这个麻的话是基字，好，因为它带了这个元音符号。好，那么我们还讲过这个带了这个下加字的，对吧？好，那么你来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哪个字呢？下加字的话，好，塔我苏，对不对？塔我苏，塔卡萨塔。我苏塔卡萨。这里面哪个是基字呢？是它。对，因为加了下加字我苏瓦大。好，很好。还有一个是加了这个上加字。上加字。就举个例子，你学过的字里面，对吧？比如说啷个当啊。对，啷个当啊，也就是数字5的意思，对吧？好，这里面哪个是基字呢？是啊。对，对吧？是基字，很好。那么我们再讲一下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的话，就是两个字母组成的话，对吧？两个字母组成的一个音节，那么第一个字母是它的这个基字，对。那么你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下拉虾。对，很好。下拉虾的话，就是说东方或者是说升的意思，对吧？升太阳，你们下这里面的话，第一个是基字，对不对？因为有两个音节。好，还有呢？再比如说囊啊囊。对，囊啊囊，很好。囊的话是家还有里面的意思，对不对？好，这里面第一个是基字，也就是拿，对吧？对。还有呢，麻，对不对？对。麻的话是酥油，还有向下的意思。这里面的话是麻是这个基字，对吧？还有这个向下的，它的反义词呢？牙啦牙。也就是向上的意思。牙的话，第一个音节是它的基字，对吧？好的，那么我想问一下，如果是有3个字母组成的话，是怎么辨认它的基字呢？3个字母组成的话，应该是也是第一个字母是它的基字。不对。好，那么这个的话，如果是第3个字母组成的，好，那么这里面的话，如果第3个字是萨，好，那么第2个字的话，如果是卡、啊、帕、玛这4个的话，那么它的第一个字母是基字。那么就比如说卡、啊、萨、康，康的话是康应该是第一个。对，第一个是基字，对吧？因为它的这个第3个字母是萨，对，而第2个字母是啊，那么第一个字母它是基字，对吧？那么康是雪的意思，对不对？好的，我们再举个例子，塔帕萨特，塔帕萨特，它是基字。对，它是基字。好，因为我们的话已经讲过，如果第3个字母是萨，而第2个字母是帕，对不对？还有那么第一个字母是它的这个基字，特，对吧？特屁就是方法，方式方法的意思。好的，还有一个是 come。看玛萨看是基字是看，对看，因为第3个字母是萨，
而第二个字母是嘛，对吧？嗯。那么它的这个第一个字母的话就是它的基字，对吧？此外的话，那么第二个字母是基字，那么婆萨玛萨姆的话，萨是基字，萨是基字，对吧？好，还有这个 nam 口那玛 nam， nam 是第二个字，对，第二个字母的话是基字，对吧？好，那么我们已经讲过这个，第三个字母的，对吧？那么我们现在到了，如果有第四个字母的话呢，由4个字母组成的话，是怎么辨认的？我认为应该是第二个字母是它的基字。很好。如果是4个字母组成的这个音节，对吧？那么第二个字母是它的基字。好，就比如说mo nga ka sa nga，这里面是第二个nga是它的基字，对吧？好，就比如说 po sa ma sa sam， 萨是基字。对，萨是基字。好，那么这些的话就是辨认基字的一些方法。好，这些记住了吗？记住了。好，那么我们主要讲的就是这个后加字，对吧？基字和后加字的这个拼合，我们这个基字怎么辨认，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对吧？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后加字。那么后加字的话，用藏文来说的话怎么说？不知道。用藏文来说的话是紧住，对，基是后面的意思，对吧？紧住，对，那么这个是后加字。那你知道这个后加字的话是有几个吗？后加字有10个。对，很好，10个，对吧？那么这个的话，我们有个口诀，忘了吗？后加字10个是卡阿塔那帕玛啊扎拉萨。对，卡阿塔那帕玛啊扎拉萨那么紧住，对吧？紧住是后加字，就是10个，也就是后加字的话是有10个后加字，对吧？那么这个10个后加字拼读的时候，怎么个拼读呢？就是怎么拼读？基字和后加字的拼读呢？先读什么，然后读什么，再读什么？应该先读基字，然后再如果有元音的话就读元音，然后再拼后加字。好的，挺好的。那么也就是后加字和这个基字拼读的时候，就是先后顺序，对吧？首先要读的就是它的基字，对吧？对。好，然后再读它的这个后加字，那么最后读出这个它的拼合音。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一下这个后加字它怎么用，对吧？好，后加字刚刚已经说了，卡啊塔那帕玛啊扎拉萨那么紧就，对吧？有10个。那么这里面的话，卡帕塔萨这4个字如果加在多少个字之后的话，那么它的这个作用就是高平调变这个高降调。不知道。好，那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嘎加达巴扎。嘎加达巴扎有几个了？嘎加达巴扎有5个了，对吧？好的，再加上这个卡加塔巴擦，也是5个。也就是10个，对吧？还有再加上这个夏萨哈啊，4个。对，一共加起来14个。这14个的话，就是它的这个作用是，就是使这个高平调变为高降调。好，那么如果加在这个剩下的卡加塔巴擦，数一下卡加塔巴擦。好，俺家那么哇夏萨哈呀ra，这16个字之后，它的作用是低声调变为这个低就是升降调，对吧？好，那么我们从第一个开始来学一下。首先这个后加字卡，那么它看一下，就是说卡本身是不发音的，对吧？如果加了这个后加字，但是它的这个韵尾的话，就是带有这个紧喉音。好，那么我们就多举个例子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是踏卡踏，对。那么读的时候是有这个喉音，对吧？而且是紧喉音，对不对？好，踏，好，一起再读一下，卡，好，还有这个帕卡帕，塔卡塔，
他他。好，那么这个是卡，对吧？还有这个后加字爬。好的，那么爬的话是它的韵味带有这个闭唇。好，这个的话一定要记住它。就比如说卡帕克，对，也就是说最后它的这个韵尾读这个韵尾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上唇和下唇一定要紧闭着，对吧？就是说克，千万不要念成卡，对吧？这样嘴巴张开的话是不行的。最后把这个嘴唇一定要闭上，克。好的，还有这个恰帕切，压帕耶，ra帕rep，对，那么这个爬注意的就是最后把这个嘴唇一定要合上。还有这个是塔和萨，对吧？现在是到了这个塔和萨后加字，那么它的作用是完全相同的，塔和萨。好的，那么看一下我们的话，同时的话，它的元音啊变成哎，对吧？就比如说第一个是恰塔切，好的，如果我把这个后加字它变成萨，恰撒切，也就是说它的音发出来是一样的，对不对？好，切，好，就比如说踏踏贴，踏撒贴，好，再举个例子，ra塔热，好，如果后加字是萨的话呢，怎么念？后加字是萨的话读重音。好，读一下。rasa re，也就是说这个后加字它和萨的作用是一样的，对不对？好，再看一下后加字 ra nga ma la na 和基字的拼合。好，那么就对声调的话是不影响的。那我们再看一下后加字 ra 使它的基字元音延长。好，如果后加字是 ra 的话，一定要是延长。那么它有时候发这个颤音 r 的音。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就比如说巴拉巴儿，对，这个韵尾的话是不是这个要延长？对，那么巴儿，好，再举个例子，恰啦签儿，好，下啦仙儿，好的，再举个例子，好，我们刚刚已经说过向上和向下，对吧？牙儿，马儿，牙儿，马儿，对吧？好，那么这是一个 ra。好，再看一下啊，那么啊的话，它的这个韵尾带有鼻音，对不对？鼻音，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苍，好，也就是这个，如果后加字是啊的话，那么它的这个就是后面的话就是跟我们的拼音 ang 对不对？ang 是一样的。对。好，一起来读一下，苍，囊，康，好，狼，还有这个嚷，也就是 ang 的音，对不对？好的，再看一下这个后加字嘛。好，后加字嘛的话，就是说，它带有这个双唇鼻音。好，这个跟我们前面这个爬作用，有点相像。也就是说，最后就是把这个上唇和下唇要合上，对吧？就是说，就是嘴巴闭上。好，就比如说，踏马汤，对，读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嘴唇合上。好，千万不要读成汤的，这样的话是不行的。这个音的话一定要发标准。汤，好，就比如说卡马康，好，还有这个萨马桑，好，还有这个拉马兰，对，这个是必须要把嘴巴合上的。还有再看一下后加字拉，对吧？后加字拉的话，它改变基字的元音变成
好的，那么对声调的话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对吧？好，但是它这个发的音，这个是 拉的音，对吧？拉。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擦啦切的音，对不对？切。好，踏啦贴，还有这个巴啦憋。好，那么这是一个拉。还有我们现在要学的是后加字那。这个的话就是说一定要念成这个 n 的音，对不对？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话就是说发音上面的话对元音的影响，还有这个后加字的这个拉是基本的这个相同，对吧？好，不过这个改变它的这个延长元音的同时，还有这个增加鼻音的这个韵尾，它的 n 的音，对吧？好，就比如说那年认真的意思，对吧？大那颠。好，还有一个呀那年就是听的意思，对不对？好，那么这个读的时候一定要带一点鼻音，年。好，拉那连。好，那么我们这个后加字的话，我们就先学到这里。那么下堂课的话，我们一起从这个单词开始，一起来看一下。好，